實我自細係比較中意文化呢啲興趣嘅，歷史啊、讀書啊呢啲都係我興趣嘅方面。但係文化咁廣，有咩路可以行？我其實真係好迷茫，完全冇機會或者冇呢個平台係令我真係知道，到底有咩可以行出去咧？文化歷史啊，即係佢自細都好中意。但係我哋擔心就係呢份話出去揾工難揾啲。文化有好多款嘅，咁可能有出版嘅文化啦，可能有歷史嘅文化啦。咁但係我哋覺得我哋咁多間公司入邊嚟講，電影文化係最闊嘅。咁所以我哋認為思奮嘅始終文化係最適合阿強去做工作體驗嘅。文化其實就唔單止係一啲佢哋諗嗰樣嘢，即係文字工作咁就叫文化啦咁樣。我哋公司就係比較着重喺即係嗰個嘅電影嘅導賞同嗰個評論方面做工作嘅。咁呢方面都好缺人嘅。配對上面佢係表示自己對文化有興趣啊嘛。咁配對嚟我哋公司係好適合嘅。即係其實電影裏係好深好廣嘅。我哋希望佢去睇到原來電影係屬於香港文化其中一樣咁重要嘅一點。咁你點樣可以入到行呢？ Technical 入行又得，你從導賞入行又得，你從編劇入行又得。其實我人生中或者學校中係完全冇試過去，即係根據呢個興趣去做你嘅相關嘅職業去行呢條路。以前我雖然做過 part time 呢啲，但係其實主要目的都係為咗賺錢。但係呢個計劃係真係請咗一個好有我興趣方面好有知識嘅老師，係真係對住我嚟講。嗱，我要阿強負責，即係獨立咁樣去做一個電影嘅導賞嘅活動咁樣。咁咧就佢要一手包辦，從寫稿去到揾資料，去到剪片等等。呢度其實可以睇到千層有一個行呢個樓梯嗰時有個前後嘅對比，好滿意㗎。佢真係將一啲佢唔知嘅嘢，佢去揾資料，係令到成件事係好豐富。阿強俾我最大嘅感覺咧，就係可能佢覺得自己去啱咗地方，亦都幫到佢，因為佢真係佢中意嘅嘢，所以佢得到嘅嘢，我覺得係倍增嘅，係特別多嘅。如果啱興趣咧，咁去配對的話咧，我諗能夠即係發揮到個作用更加大，對佢日後去揀佢嘅職業啊工作嚟講咧，係更加幫助得到嘅。呢個計劃好似一盞燈咁，係真係令我知，你可以試下根據你嘅興趣啊，呢個興趣就係電影，你可以試下未來，唔一定真係要行呢條工作，但係佢係真係令我知道，原來你多條出路，多個視野。如果你有興趣，未來你可以選擇去做呢個工作。嗱，成個都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啦。咁就係同學可以得到佢嘅一個擴闊視野嘅機會，而我哋公司亦都可以有一啲新血去加入，就作為我哋嘅一啲接班人啊。